请问热克拉话吼，你讲目杂啊飞机是讲一个人安怎咧？A 无火无目屎 ，B 讲话真白目 ，C 干巧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热巧话，目杂啊热克拉话，我觉得热克拉话我刚刚是干巧，热克拉话是干巧，热克拉有意思。趣味的俗语啦。讲飞机是白对无？目杂啊飞机，飞机是白目，还是无你有人有目屎？听过无？我是感觉是无血无目屎啊，干巧，因为伊无老血啊，伊嘛无目屎啊。但是飞但是你若是无血无目屎，你会有别的讲法。我感觉干巧是因为无想要讲得失。干巧嘛有别个讲法啦，无我讲干巧你会受伤，对吧？干巧毋过伊讲无知影飞机，我听无，我袂受伤啊。目杂啊，我查啦飞机，但是我感觉。无，因为8点钟有看过，刚刚是 C 耶。哦，因为8点钟一定是 C，无，因为叫飞机会感觉唔是老大，因为莫，所以你唔是老大，你会较干巧，你会设计做这物件，会收，就是较干巧，小会软啦，会正啦，会正啦，会正康。你的答案是 C 干巧。好，咱来看者，干巧对对唔唔对？对？丢。你唔听我的话，你看，对吗？好，咱来看，你 A 嘛，我是 A，因有听你的话无？来，恁的感觉是啥？A 甲 B。你要听话我感觉无？是 A 啦，我刚才想我对不？该同款啦。安尼我去你伊的会，伊的会，哎，目杂啊，甲飞机的飞，哎，伊用伊无伊无红血啊，啊，这出来这个无血无目屎，阮是用药的，用想要画面的啦。对不？对不？啊，你的答好案 A，阮的答案是 A。确定哦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无血无目屎，对唔对？有理哦，你就知道咯。好，来，咱票老师来解释，来，老师。咱讲人无血无目屎，是咧讲人无感情啦。哦，明明爱共斗下手，伊唔共斗下手，啊，拄着人可怜的代志，伊嘛袂流目屎啦吼。啊，但是超哪会讲目杂仔飞机咧？因为过去咱对这个生物学较无了解啦。咧开这个目杂仔飞机的时候，有感觉伊无血，其实伊唔是无血，伊的血甲咱无共款，唔是红色的，哦。人啦、鸟啊，这血是红色的，啊，不过伊的唔是，啊，所以人咧开目杂仔飞机的时会袂看到伊的红色的血嘛，就讲伊是无血无目屎，啊，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啦。不过唯一直到到即马，还阁是共款安尼讲啦。